好開心咧！我哋今日咧去繼續睇呢個嘅列王記上12章。當所羅門咧過身之後，耶和華神亦都揀選咗咧耶羅波安去作咧以色列嘅王，所以以色列人咧就膏咗咧耶羅波安去作王。當時咧一國咧分為兩國，咁而咧耶羅波安咧作咗王冇幾耐嘅時候，佢想到咧以色列人咧每一年都要去到翻到去咧耶路撒冷喺嗰度咧去過節嘅時間，佢想到咧佢自己有一日終會咧被以色列人咧去背叛，而以色列民咧仍然歸翻咧大衛嘅子孫去管理咧，所以佢就立定咧呢個嘅計劃，伯特利同埋但呢兩個地方咧建造金牛犢一啲偶像，咁喺當中咧定咗8月15號咧定為一個嘅節期去代替咧耶路撒冷，所以咧佢就同以色列人講，佢話咧以色列人啊，我知道咧你過到去咧耶路撒冷嗰邊咧去過節咧係於你為難嘅，所以咧我而家咧喺呢個伯特利嗰度去建殿，並且咧喺呢度咧築咗一個金牛犢。看啦，呢個咧就係帶領你哋以色列人出呢個嘅埃及嘅嗰位嘅神啦。當時咧以色列人咧就拜呢個咧耶羅波安所做嘅金牛犢，去代替咗咧耶和華自己。咁呢個咧其實係大大咧得罪咗神啦，耶和華自己同埋咧佢嘅說話，所以咧以色列人咧亦都陷喺呢個咧拜假神同埋偶像嘅罪裏邊，並且耶羅波安咧更進一步咧去違反咗神嘅說話，佢咧立嗰啲唔係利未支派嘅人咧，凡係願意嘅，佢哋都可以做祭司喺壇上邊咧燒香。佢自己亦都咧當喺8月15號嗰陣時候咧，按照佢自己所定嘅節期，而唔係律法神所定嘅節期咧，同埋咧唔係神所定嘅地方，而係佢自己設立嘅地方。去燒香嘅時候，就喺嗰一日，突然間有一個嘅神人係神差嚟嘅，喺猶大地嚟到，向着耶羅波安發出呢個嘅神嘅話語，佢話祭壇啊，祭壇啊！佢話咧神咧將要咧喺以色列人當中咧有一個人咧名叫咧約西亞，佢咧會將咧呢個壇上燒香呢啲祭司咧，將佢哋咧殺喺呢個壇上邊，並且將佢哋嘅骨頭咧用火咧燒成灰。咁佢講完呢番說話嘅時候咧，王咧聽見咧就話搵人捉住佢。王嘅手伸出咗下呢個命令嘅時候，佢收唔到翻嚟，立時間咧知道咧大禍臨頭，因為神咧喺當中即時懲罰嗰個王。耶羅波安佢就好驚，佢話神人啊，而家幫我祈禱，求神寬恕我嘅罪咧，叫我嘅手咧能夠復原咧，先知咧就為佢祈禱，咁佢嘅手咧就立時嘅復原過嚟。呢個王咧就同呢個神人講，佢話而家咧你可以咧同我一齊回宮，讓我咧好好嘅同你食一頓飯，好好賞賜你。咁呢個嘅神人就話俾你聽，佢話咧就算你俾宮中嘅一半我咧，我都唔能夠跟你翻去，因為耶和華咧有話唔可以咧喺呢個地方去飲水同埋咧進食，並且亦都唔可以喺我原路嘅地方嚟嘅時候咧，從原路嘅地方咧翻去。所以咧當時咧佢就離開，冇幾耐住喺伯特利嘅有一個老先知，佢嘅兒子就將呢件事咧講咗俾呢個老先知聽。呢個嘅神人咧喺邊條路咧去離開嘅時候，佢咧就即刻追出去，就遇到一個嘅神人。佢就話神人啊，神人啊，你係咪就係嗰個啱啱同王所傾過嘅嗰個先知咧？咁佢話係。咁當其時咧，佢就話可以咧，你嚟到我家裏邊，讓我咧可以擺上一啲嘅食物。咁所以當時咧，有神人亦都按着咧同一番說話話俾你聽。佢話咧，我唔可以咧同你翻去，因為耶和華嘅話咧係好清楚嘅，唔可以咧喺呢個地方進食同埋飲水，唔可以沿路咧翻去。咁當其時咧，老先知就欺騙佢，佢話啱啱咧剛有咧天使咧奉神嘅名咧向我顯現，而家叫你跟我翻去，好使咧我能夠咧為你預備食物，進食咗之後咧先至讓你離開。呢個嘅年少嘅先知咧不以為意咧，就真係咧中咗咧呢個嘅老先知佢所講嘅謊言。咁咧翻咗去屋企，就喺咧當呢個預備進食嘅時候咧，耶和華嘅話咧就突然間臨到，以致咧呢老先知就向呢個嘅神人咧講神嘅說話。佢話耶和華，因為咧你而家咧違背咗耶和華嘅吩咐命令，所以咧你嘅屍身必唔會咧歸入你自己嘅列祖啦。咁當其時咧佢哋進食完咗，神人咧一離開嘅時候咧，途中遇見一隻獅子就將佢咬死咗。咁呢件事咧亦都傳到去咧俾呢個嘅王，佢冇因為呢件嘅事咧而咧去悔改，干犯咧神嘅話語。所以咧當其時神亦都係咧降禍俾
佢嘅兒子死亡，必全被咧滅絕，而且咧已經揀咗一個咧以色列王咧去取代你。所以願神咧讓我哋知道咧，好好嘅研讀神嘅話語，更重要嘅好好去進行。願神祝福我哋。